太不仗义了，不能丢下叶哥哥一个人走啊！马儿，咱们现在回去救叶哥哥好不好？走，走啊！走不走？再不走我打你了啊！嘿，这个马怎么软硬不吃，跟我这么像啊？你逼我了啊！走，你！再上前一步就杀了他们，把他们带回衙门，再逼问大人的下落。欢梅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还好只是皮外伤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，把自己置于险地不说，还连累了叶师弟。大师兄，你就别怪小师妹了，她也是担心我，才会去而复返的。你呀，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你自己先撤，别留下来给大家添乱，否则这不是讲义气，而是愚蠢啊！樊姐姐，你看，好看吗？我特意给你选的，春风院最好看的簪子，我还给你选了好几件漂亮衣服呢，到时候都给你。再漂亮的钗子，给了我也是浪费，还是把它留给学姐姐吧。我看她和这个钗子最配。樊姐姐，你别这样说呀，你这样说我心里特别难受。你不用难过的，我的脸和你无关。师弟，你这脉象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，难怪你连孙府的几个卫士都收拾不了。我这次来元州之前，有一天晚上练功，不小心走火入魔了啊！幸亏雪师姐及时发现，出手相救，我才躲过一劫。不过，还是受了点伤。我是怕大家担心，所以让雪师姐不要告诉你们。只有练功时心神不宁，才会气血乱行。叶师弟，你不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们吧？没有啊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叶师弟，你刚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救下一欢，我很感动。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的未婚妻，你未来的嫂子。